对天文有兴趣的民众，应暗11点的时阵呢，抬头向北边看，有机会看到今年度上界光的 ZTF 彗星。台北市天文馆表示讲，只要天气好，民众用一般的条件就当看到。而且这粒彗星佮比一般的彗星加一条无共方向的背流。这粒名号做 ZTF 的彗星，伫2月初1上接近地球。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，伊的光度排第5顶，是今年上光的彗星，而且伊真特殊的所在是比一般彗星佮加一条无共方向的尾啊。那这个逆向彗尾它的方向呢，基本上就是朝向太阳的方向。那其实啊，它只是这颗彗星在行走的轨迹上面呢，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灰尘的一些残骸物。那这些残骸物呢，透过太阳光的照拂之后，它会反射光线让我们看到。所以你看起来远远看起来就会觉得，它是不是好像多了一条尾巴的样子？根据天文馆的观察 ，ZTF 彗星的边仔满一颗亲像青色透明的光，伫接近子时抬头向北边看，是上有机会看到的。不过要看彗星有条件，还是要透过像双筒望远镜或者是一些小型望远镜去看它，才会容易看得到它。建议要选择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，然后光害低。然后最好呢，当地的天气状况是良好的。专家讲 ，ZTF 彗星的周期是5万年，顶一回接近地球的时间是伫旧石器时代，即马伫21世纪再度出现，有兴趣的民众爱把握。记者麦尚英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